宣调，摇花有灵敏，有稳定，无快快受气，佫有丰盛的慈爱。咱要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现在，请大家备办好咱的心，咱要做三角的祈祷。Glorify my Lord Jesus. Glo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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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Lord Jesus.全能慈悲。Glorify my Lord Jesus. 我感谢你，既然是良善，而且诚实的祈祷，拢是对你遐来。恳求你拯救我，脱离灵性的冷淡，意念的分散甲消沉，互阮有安定的心思来敬拜你，互阮才着虔诚的悔改，袂通得到阮所需要这个恩惠。到今仔日，阮谦卑来到你的神宝座前，要来恭听着你的信息，甲你的话语。5月15，伫南加州二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发生的这个枪击案，伫顶礼拜5月22日，台湾驻美大使萧美琴亲自来南加州二湾台湾长老教会，对这个第达志遗失的家属，以及受到伤害兄弟因以及全体会友，做了这个慰问甲鼓励，并且代表蔡英文总统会关怀这个心意。那阮真感谢萧美琴的筹划甲付出。当这个枪击案拄告一段落的时，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大楼，却接到一通，伊要将这个大楼来甲伊木栅的这个恐吓的这个电话，这已经是彰显出台湾族群的对立是愈来愈严重了。两队的花拄伫蠢蠢欲动，想要用武力来攻打台湾。
总是伫咱台湾岛内，却有一股即个亲阿强的即个恶势力，因想尽办法要来抵挡目前掌权的即个政府，不断的唱即个颠倒兵的调，不断的唱衰台湾，要来配合中共的即个计谋阴谋。这种来势通外鬼的手段，就是目前台湾最大的这个内忧。这就互咱看到启示录12章的12节所讲的，因魔鬼知影家己的时阵无做，就气噗噗的落到恁遐去。所以伫北美、伫台湾的乡亲大家，请恁都爱提高警戒，随时爱有这个危机的意识。讲求上帝来保守咱台湾的平安，无去造福到恶者的这个挑故意的这个破坏。第5月24，伫德州离开这个奥斯汀80迈的一个小镇，发生一个小学校内面的这个枪击案，一位18岁这个枪手。伊随意杀死了19名小学生，已经成为大人。随后，枪手也予这个警方来甲伊杀死。这是一件这个突发的这个事件，互10几个家庭陷入伫悲伤甲愤怒。这个天真可爱的小朋友，竟然予这个小人18岁这个赛车甲伊毁灭去。伫短短几天，美国各地拢发生了这款的枪击案这个悲剧。但美国社会治安已经到这个红灯笼，人人自危，处处不安。讲求上帝怜悯，为什么这个凶手伫满18岁生日的时就会通买到这个枪机呢？为什么袂通对这个买枪的人有一系列的这个心理的测验？这敢毋是美国政府甲金主的这个套协嘛，所引起的这个案件嘛？但现在咱要为着台湾的疫情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的施罗怜悯，正百姓因拢会当有悔改的心，来谨守着防疫的这个策略，互大家甲这个防疫的单位的配合，互台湾的大地也要得到医治。咱仰望着上帝恩典，来帮助着咱台湾。那今日咱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要来敬拜乌老，恳求主你的怜悯。我今日所有参与着网络礼拜以及实体聚会乡亲兄弟，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接做上帝赐福的管道，会在求主将来清起落卜的水，圣神也来感在咱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咱有蒙恩的一个主日，按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0节到15节。第10节，照上帝赏赐予我的恩典，我亲像一个老练的师傅头，我拍地基，别人伫迄顶面起厝，总是。逐人着注意看家己安怎咧起造，因为上帝已经系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地基，以外无别的地基。伫即个地基顶面，人用金、银、宝石、茶、草，还是稻果来起造。逐人起造的功夫好歹，伫基督再临的日子，会互火甲伊显现出来。
因为火会试验出逐人的功夫是啥物款。人所去做的工程，若无互火烧去，就会得到报酬。人所去做的工程，若互火烧去，就会遭遇真大的损失。独独伊本身会得到救，若亲像对火中逃命出来。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因为咱大家拢着徛伫基督的面前受审判，逐人拢着照家己伫地上的身躯所做的代志，无论是好还是歹，来接受报应。这是上帝的话，记来读甲听遐个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明。学老，无论伫什么时阵，那么这首诗歌是日本的歌谣，有一个8岁日本的查某囡仔，伊得到这个癌症，身躯非常的这个软正，那亲像伊的时间无真久，所以伊看到伤心郁结这个父母的时阵，伊就唱这首诗歌来安慰着伊的父母。这个查某囡仔是做着真乖的真乖巧的查某囡仔。伊讲吼，无论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时阵，毋通互痛苦来较赢过，也毋通烦恼悲伤，因为最后所会疼，因为最后所会疼，着信靠最后所会疼。无论伫什么款的关键，无论什么款的环境，着毋望将来的福气，主的赐平安喜乐，主耶稣的疼，主耶稣的疼，着信靠主耶稣的疼。伫这个5月15，南加州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发生这个枪击案，这个郑达志医师，伊这个英勇，伊挺身来牺牲着家己，保护着一寡长辈，因无自顾着这个枪杀，所以大家拢非常的痛心。为什么好人会去拄着这款悲惨的杀害呢？为什么上帝容忍这款的代志发生呢？这个丁宣信牧师伊嘛讲，伊嘛无任何的答案。所以这个小朋友所念的这个诗歌，甲伊的父母安慰，也毋望会当通过这条歌来安慰着这个第二世因全家以及兄弟姊妹。所以咱嘛爱为着最近的这个德州所发生这个小学校内面的这个枪击案，失丧性命的这个18个囡仔、19个囡仔，甲因的老师的家庭来祈祷，祈求天父上帝来安慰。无论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时阵，毋通互痛苦较赢，也毋通烦恼悲伤。主耶稣会听，主耶稣会听，
就变成耶稣的听。无论你什么环境，无论你什么环境，就毋茫将来好去。主耶稣平安喜乐，主耶稣会听，主耶稣会听，就辛苦耶稣会听。什么时阵？无论你什么时阵，毋通互痛苦卡赢，也毋通烦恼悲伤。主耶稣会听，主耶稣会听，就辛苦耶稣会听。无论你什么环境，无论你什么环境，就毋茫将来好去。主耶稣平安喜乐，主耶稣会听，主耶稣会听，就辛苦耶稣会听。无论你什么时阵，无论你什么时阵，毋通互痛苦卡赢，也毋通烦恼悲伤。主耶稣会听，主耶稣会听，就变成耶稣会听。无论你什么环境，无论你什么环境，就毋茫将来好去。主耶稣平安喜乐，主耶稣会听，主耶稣会听，就辛苦耶稣会听。什么时阵？无论你什么时阵，毋通互痛苦卡赢，也毋通烦恼悲伤。主耶稣会听，主耶稣会听，就辛苦耶稣会听。什么环境？无论你什么环境，就毋茫将来好去。主耶稣平安喜乐，主耶稣会听，主耶稣会听，就辛苦
论你是咩时阵，无论你是咩时阵，唔通无痛苦卡赢，也唔通烦恼悲伤。主耶稣会听，主耶稣会听，就变心耶稣会听。无论你什么环境，无论你什么环境，就唔忘将来福气，主耶稣平安喜乐，主耶稣会听，主耶稣会听，着辛苦耶稣会听。无论你是咩时阵，无论你是咩时阵，唔通好痛苦卡赢，也唔通烦恼悲伤。主耶稣会听，主耶稣会听，着辛苦耶稣会听。无论你是咩环境，无论你是咩环境，就唔忘将来福气，主耶稣平安喜乐，主耶稣会听，主耶稣会听，着辛苦耶稣会听。各位乡亲时代，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做学生的人，上该惊的就是考试。不过，你若是平常时有好好的上课、学习，拢无这个迟到还是旷课，你就唔惊考试。那么人生还有一项最后的考试，这项最后的考试，无人会当避免的。到了迄日，你一定会准时，徛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主要是伊要甲你做伙，面对着你的人生的这个毕业考，伫迄点，主爱天父上帝，嘛是公义的这个审判官，伊要来验收，伊所托付互你的这个工作。到底是你做了啥款？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因为咱大家拢着徛伫基督的面前受审判，大人拢着照家己伫地上的身躯所做的代志，无论是好还是歹，来接受报应。保罗所讲的这个基督的台，是一个审判的台。嘛是这个颁奖的台，上帝要按照咱所结的果子，是好的果子，还是歹的果子，来决定这个奖赏。这不是团体奖哦，乃是个人奖的，要予每一个信徒的。那今日这个圣经节，可能都前书第3章第10节到15节，保罗对咱发出几个条件。咱来好好来想看下呢，基督徒的一生有什么款的挑战呢？有这真要紧，咱做来学习。头一个挑战，保罗要挑战咱，亲像伊一样做一个聪明的工头，老练的这个师傅头，
那么早期的这个使徒，拢是真聪明的这个工头，老练的师傅头，因照上帝指示来建立教会，来训练门徒，搁再将人差派出去，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2000多年以后，大使命的呼召依然存在呢，总是咱对大使命的呼召甲意向，渐渐紧无明了。大多数的教会，拢是选择用这个不变来应付这个万变，真侪拢是伫原地咧站脚步尔定。最后所讲，恁是世界的光，信徒大家不但无将这个光带入去黑暗的世界，反正彼此的中间用这个探照灯，就是 spotlight， 用真刺擦的光，大家彼此照来照去，所带来基督的身躯的这个分裂。最后说嘛，佫讲，恁是世界的盐，信徒因不但无出去调和这个世界，反正安尼咸来咸去，咸来咸去，所以只有闻到这个咸鱼仔味，却无去闻到基督的这个芳气。所以如果为通组织一拍所有信徒的这个光，做伙照亮这个世界，教会就要成做一座这个灯塔，通指点引带着这个方向，互这个黑暗的世界带来有希望。如果一拍所有信徒这个疼心、怜悯的心、甲公义的心，就那像盐放伫鱼肉内底，会当正做好食这个鱼仔鸡，就当漂遍世界这个腐败甲朽烂。第二个挑战，咱的根基是甚物？咱的根基是甚物？保罗责备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伫基督内面是一个婴儿，简单会当食这个奶水尔定，单单领受到现成的这个灵粮，拄开始初信的人，一定要啉这个纯正的这个灵的这个奶水，就是若是一直咧倚靠伊，将来第四个信徒袂当成长，袂当成熟，也无这个分别能力，并且袂当结果子的。我你讲吼，若一岁囡仔包着这个肉珠啊，这是真正常的。总是就是超过10岁囡仔，还搁咧包肉珠啊，这就无正常了。伫这个哥林多前书3章第10节，保罗讲。因为上帝已经下耶稣基督最唯的地基，以外无别的地基。第三个挑战，请你检查你手中的工程是甚物款的工程。伫这个哥林多前书3章12节到13节，保罗先生讲，伫这个地基的顶面，人用金银、宝石、茶、草还是稻果来起造，大人起造的功夫好歹，伫基督再临的日子，为何火甲伊显现出来？因为火的试验，大人的功夫是甚物物件、甚物款的？真侪人伫基督台前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是你的护照的问题，乃是你的行李的问题。当咱信主以后，每一个基督徒拢有一本这个天国的护照，所以当你摕到护照，顺利来到天国，你发觉到行李才是重点。那么这个行李就是你伫地面上这个生活方式，以及你服侍的这个动机。所有行李拢着爱经过这个检查的。保罗伫以弗所书2章10节，甲咱讲，因为咱是上帝创造的，伊通过基督耶稣来改造咱，爱咱行好事，这是上帝早就计划爱咱安尼去做。那保罗提到这个行，通常是伫指咱生活的方式，
保罗所讲的这个善，是上帝眼中看做正的代志，甲世界标准是无共款的。按照世界这个善所建立的工程，就亲像德州这个牧场卷起来一卷一卷的这个牧草，看起来真好看，真大，却无啥物价值，而这不过是伫饲牛的饲料尔尔。第四个挑战，咱就要问家己讲：我敢会得到奖赏嘛？我会得到这个奖赏嘛？真正人认为讲得救就够了，总是得救是第一步尔尔，得救无法度，互你通得到这个奖赏。就亲像你进入大学，总是袂当保证你一定会毕业的。伫哥林多前书3章14节，保罗讲：人所起的工程，若无互火烧去，会得到报酬，就会得到报酬。伫主的审判台前，上帝袂按照你的聪明智慧来拍分数，嘛袂按照你拥有偌济学位来拍分数，伊会用火来试验你的性命，看你如何使用着伊互你的这个文字甲机会。草木稻果所建立的这个工程，看起来真壮观好看，毋过呢，火一个烧落去，马上就变做灰污。只有金银宝石的工程，才经袂起火这个试验。有一年吼，这个加州的小姐，叫凯莉·普里珍，伊参加美国小姐的比赛。那么凯莉本来是这个遥遥领先，排伫头前，总是伫决赛的时阵，伊所去抽签抽了一个题目，你问伊讲，你对这个同性恋的看啥款？伊讲吼，用伊家己的信仰，伊的家庭的背景来讲，伊认为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所组成的。结果呢，裁判所互伊离婚啊，所以就失去这个冠军的资格。事后伊一点也无后悔，伊讲吼，上帝试验着我的品格，甲我的信仰，伊相信这是上帝选择伊去回答这个真特殊的问题。那么咱知影美国小姐的这个冠冕，每一年拢颁发到无共款的人。凯莉如果若是这个世界来妥协，伊会得到美国小姐的这个冠冕，这是嘛是一年的荣光尔定。但是如今伊虽然失去这个地面上的这个冠冕，却得到天顶永远的冠冕。第五个挑战，当你徛伫这个基督台前，你敢会望上帝搁一摆互你机会嘛？搁一摆互你机会嘛？伫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有一个德国人、生意人，伊进入这个生意的头脑，伊看到德军伫这欧洲的战场需要各种的这个补给品，所以就设立这个工场，佮甲这个纳粹俄西准备要发这个战争财，就是等于看到这个德军伫掠这个犹太人，就像老鹰伫掠这个鸡仔囝的时，伊心内对犹太人就产生真大的这个同情心。所以一个本来是要趁钱的这个工场，后来就成做1000多人，这犹太人的这个骗人所。如果你若看过这个辛德勒名单的这部电影，你一定会知影这个会记你故事的结局。当这个德军战败以后，犹太人得到自由，辛德勒呢，伊替纳粹工作，又就成做一个战犯，所以就想趁这个暗暝，赶紧要逃走。所以当伊惊家己的这个汽车的时阵，工厂的犹太人全部拢总出来。列队徛伫这个道路的两边，要这位救因性命的人来表达因的谢意。辛德勒看到每一个人，伊就讲，伊手压起来，讲我应该就要做搁较侪才对。用伊的手就举着伊的车讲，这台车
会当佫互10个犹太人来得到讨伐。伊的衫领有一个迄个金的即个 brooch， 即个别针吼，嘛通去污洗一个敌军换来2个人的自由。咱有一天拢着爱徛伫基督的台前，为着咱家己一生来高效。咱拢无望有即个新得了迄款即个遗憾，讲我应该着爱加做较侪才对。美国南加州尔湾台湾长老教会5月15所发生的即个枪击案，所造成1死5伤，在场的即个台湾的即个医生地达志医生，伊大声即个挺身而出，赤手空拳，要去制服即个枪手，要企图去抢夺伊的枪，要来阻止更较侪人的伤亡。不过，当即个电医师的即个刑砍，因中到3粒枪子，即个伤势过重，不幸就当场来牺牲伊的活命。所以，互人最歹理解的就是我都去接受的，就是讲，即种电医师即款的好人，怎样会去拄到即款的代志啊？当场即个用椅仔去笑即个凶手的张宣誓牧师嘛讲，我嘛无任何的答案啊。那么电医师通过了伊人生的毕业考咯，伊所建立即个工程是火烧袂尽的即个工程，上帝一定会颁奖予伊的。世界毋是咱最终的即个家乡，即个事实啊，解释了为什么基督徒伫即个世间着要经历到真侪即个苦难甲忧伤，即嘛解释了为什么一寡上帝的应允，那真是还袂兑现；一寡祈求，那真是还袂得到应允；一寡情形，那真是无公平，因为还袂到即个故事的结局。上帝毋望每一个人拢会通过即个人生的毕业考，所以上帝伊将即个考题预先已经予咱啦。故故圣经记载，上帝会问2个问题，头一个就是你是毋是有听主耶稣，并且凡事拢信靠伊嘛？第二个问题，你要如何使用我互你的即个恩赐甲机会呢？亲爱兄弟，请大家好好来思考这2个问题。今仔日就勇敢来接受保罗先生对咱的这个挑战。我望将来有一日，每一个人拢会通听到主耶稣甲咱讲：你是良善、佮忠心的这个奴仆，伊要亲身为着你来抵上这个荣耀的这个冠冕，互咱互相彼此来勉励，按照这个标杆来迈进。阿免。回应诗歌，忠心顺服歌。但今日的讲题主题就是讲道的主题就是人生的毕业考。所以咱要用这首诗歌《忠心顺服歌》要来做回应。歌词是讲：你无论去叨位，拢爱顺服；你无论伫叨位，拢嘛爱忠心。主你的上帝，伊是君王。你爱永永远远来学乐主，我无论伫倒位，拢爱顺服；我无论伫倒位，嘛都爱忠心。主我的上帝，伊是君王，我爱永永远远来服侍主。阿免。拢爱顺服，你无论伫叨位，
顺风，我无论伫叨位，拢爱忠心，主我的上帝，伊是君王。你爱永永远远来好塞主，你无论去叨位，拢爱顺风。你无论伫叨位，拢爱忠心，主你的上帝，伊是君王，你爱永永远远来好塞主。顺风，你无论伫叨位，拢爱忠心，主你的上帝，伊是君王，你爱永永远远来哦罗主。我无论去叨位，拢爱顺风。我无论伫叨位，拢爱忠心，主我的上帝，伊是君王。你爱永永远远来好塞主，你无论去叨位，拢爱顺风。你无论伫叨位，拢爱忠心，主你的上帝，伊是君王，你爱永永远远来好塞主。你无论去叨位，拢爱顺风。你无论伫叨位，拢爱忠心，主你的上帝，伊是君王。你爱永永远远来哦
塞事。你无论去倒位，拢爱顺服。你无论去倒位，拢爱着是主你的兄弟，伊是君王。爱永永远远来互所主。你无论去倒位，拢爱顺服。你无论去倒位，拢爱着是主你的兄弟，伊是君王。你爱永永远远来互落主。我无论去倒位，拢爱顺服。我无论你倒位，拢爱着是主我的兄弟，伊是君王。你爱永永远远来互塞主。你无论去倒位，拢爱顺服。你无论去倒位，拢爱着是主你的兄弟，伊是君王。你爱永永远远来互所主。听咱这点三角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今日阮对圣经哥林多前书3章第10节到15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阮做来思考人生的必要课。对今日的4节中间，互咱大家来学习。基督徒一生中间有什么款的挑战？第一个挑战，保罗挑战咱，就得像伊同款，做一个聪明的工头，老练的这个师傅头。第二个挑战是，咱的根基到底是什么？第三个挑战是检查一下你的手中的工田。伊是什么款的工田呢？第四个挑战，按问你家己讲，我检会得到这个奖赏嘛？
第五个挑战，就当你徛伫基督台前，你兼会望上帝搁一摆互你机会嘛？这个世界毋是咱最终的这个家乡，这个事实嘛解释了为什么基督徒伫这个世间啊经历着真侪这苦难甲忧伤，即嘛解释了为什么一寡上帝应允，那就是还未兑现；一寡祈求那像还未得到应允。一寡情形，那亲像是无公平，因为还未到故事的结局。但上帝真望咱每一个人，拢通通过这个人生的毕业考，所以上帝将这个考题有先要予咱。根据这个圣经，上帝问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有听耶稣基督？并且凡事拢信靠伊嘛。第二个，你要如何使用我互你的恩赐甲机会呢？真来下这，才能好好来思考这两个问题，这两个课题。今日就勇敢来接受保罗对咱的这个挑战。希望将来有一日，每一个人拢听到最后都对咱讲：你是良善。佮忠心的罗卜，最后所要亲自为着咱来缔造这个荣耀的冠冕，互咱互相彼此来勉励，望着这个标杆来进前。主爱阿爸爸上帝，愿何等的感恩！你是恩典的上帝，那你同意要来赦免阮，够大的慈爱、良善、温柔。总是你也是爱阮高效的上帝，恳求圣神来提醒阮，就爱担当影响上帝忠心的路步，每一天照主的呼召去行，外靠圣神的大权能，真力加做主的工，直到记做为迄日，奉主耶稣圣名来祈祷，阿免。这点，赖山牧师要甲恁祝祷，愿天父上帝慈爱甲怜悯，最后所基督恩典，圣神保佑所感动甲交通，甲亲爱的孩子姊妹同在，直到记做为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免。一个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咱今日的这个实体礼拜以及网络礼拜，到这就告一段落。咱后回同一个时间，无论伫教会还是伫空中来三角见面，愿上帝赐福保护恁，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